8年前，认真看到学校营养午餐的厨工吞无爱的油多啊难度，将会对环境造成伤害。做营养午餐必须的陈秋桥，如家庭爱吞下的废油，寻到新的出路。唐公司的做环保番茄，陈秋桥如落成去做手工番茄，因此营养法创新。更加伊的番茄有嫩白中哦，如系用池上也算推动菜地的活性来做的。安尼番茄唔单止系番茄，还会讲菜地的故事。这群人带领出台个行业措施度，3万帮贴上到东江改善水乡。要连根哦。山水乡出口摊类出货，找到东家，所以本地找到餐厅嘅出货，从冇法度进行工合作中，所以每位员为冇用款找事体，所以就本人讲起又啱又识实手。我去采一下里面那个很嫩的那个。那就很多了。你看，也是我这不满的。做人调出这3届全球区系史上著名嘅手工炒股专家，两日嘅土地沙去妈妈从下来帮山水乡，自己看起来有大家谈到出嚟嘅嘅出货，是系当做利用价值嘅。采一些让它可以先。老山水乡大整工作室，行为一批入嚟下来，洗墙过后，大面持续内容。也就系等下去做手工炒股嘅原料。好，搅好了以后哈，我们把它过滤哈。那必须要把它过滤那个渣渣。全球区系史上各种嘅福利师，8年前就派嚟做学校应用当主参嘅避暑，发现工人让每个州都地控制好，小环境会受到伤害。佢嘅鐵而讓某種嘅東西變做生氣，讓某種嘅就走進環保茶股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废油倒在泥土上其实是有一些危害的。然后后来，可是我的午餐不可能避免，所以呢，就开始去带学生，然后去研究说这个废油到底怎么样能够转换。某種嘅就品質唔問題，用嚟嘅東西鋪嚟買東西，都會讓人做茶股排放。才開始全球出美係吃得一白就一白。後來也因為學生嫌棄，我實在是不甘願，所以我決定我非得要把它做好，希望學生能夠接受它。所以我大概花了1年的時間去研究這個固體皂。半條八條，啱啱講呢，唔係為做菜，也會係全球區嘅實驗室，做唔出自家想要嘅新品，美食當食指。不過兩下除了某種嘅肉作為環保茶股之外，讓某種嘅東西變做咗利用價值，是係佢最強嘅。比如講兩條山水香。那我們這個氫氧化鈉要緩慢哦，緩慢倒到這個鍋子裡面，就是這樣一邊倒一邊攪哈。好，來，那你要慢慢倒，快快攪哦，哈，攪的動作不能停。大家拢安尼讲，都要清强个东西会不会有毒？安尼透过老师专业安尼指导，然后本来的了解讲，给小花曼泽兰给它另外的一个价值安尼。落去要做甲欣赏清用心，等下等去3档啦，再个就错的，本来毋伫知识落去，要咩？除了讲学作业咩？滴一些个植物啦，用来去利用啦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小花曼泽兰的原色，原汁原味啦。因为说真的，手工皂也不是每个人都买单啦，因为它价位上确实是比较贵一点。有时候我们会去想，其实衡量之下，或许什么对我们人来说是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推广、值得我们去做的。我认为对的事情，我就认真去做，我就也很愿意去分享。沙
起學校都看得到春秋區分享做茶具嘅新人，除希望減少對環境嘅傷害，讓人民未做得安心。平平人度假行從現到變，將全幾百種嘅茶具喺春秋區用橄欖酒、蓖麻酒嚟到高級嘅吹杯酒，經研發出來嘅產品。喺那啲當中有9項以上都是入採體素材。譬如說，我們池上有香茅精油，然後我們台東農場有一些茶樹精油，都還有我們這邊的檜木精油，都是我們台東或池上的一些特有的。還有關山嘅碰通，會眼山乜嘅種類料到，上網撈地方連結，大地手工茶具都有一個採體故事。當然，地區上聽說中的變高米，池上不脫離是米嘛。那米的話，我就挑了2個東西，一個就是紫米，一個是胚芽米。那胚芽米的部分是我們隔壁的這個邱垂昌這個總統米哈，米王他跟他購買的。那這個米呢，本身其實它就有很多的一些營養，米蛋白啊，還有微量元素啊，還有一些就是說維他命啊。那這些東西其實對我們的皮膚都是很棒的。食得嘅東西拿來用很多良心啦，用嘅東西拿來食嗰是很多無心啦，所以咧池上面自然嘛生態啦，身為老大哥本來都愛就老人無強壯嘅產業文化，拿來推廣其他嘅日常生活嘅多元化嘅利用。米唔但強勢的，還做得做茶具內容，都研發進入，提升了米嘅附加價值，讓農民理解。對於開始保護環境嘅理念出發，春秋區做行業做手工茶具嘅兩位，生發順頭嘅食材，也係富蓮樹、太葉嚟到出發，咪都做喺那裏做茶具，絕對集權生發嘅細細手工茶具，唔但強同人認識推動嘅故事。還能做得本人感受到對土地嘅感情。